小学2023年12月13日，每日圣安公读经。就算行伫黑暗中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以赛亚书50章第40到11节。至悬的上主甲我讲应该讲的话，互我会晓用话扶持亚善的人。伊逐早起甲我叫醒，开我的耳孔，互我亲像学生会晓听授。至悬的上主有开我的耳孔，我无违背，嘛无拒绝。人要拍我，我越较才听，互因拍。人要踹我的喙手，我拄喙皮出在因踹。人侮辱我，甲我撇喙烂，我嘛无黄我的面。至悬的上主有帮助我，我袂受凌辱，所以我亲像石头，坚定面对一切。我知我一定袂拄着见效。判我无罪迄位得要来啦！啥人敢控告我？咱做阵来去上法庭。啥人甲我作对？做你来控告。看，至悬的上主有伫帮助我，啥人会当宣告我有罪？看，控告我的人，拢会亲像衫旧去，互咒虫食了了。恁中间啥物人敬畏上主，遵守伊的仆人的话？伊虽然伫黑暗无光的路得行，嘛会倚靠上主的名，信赖伊的上帝。看，恁所有点火用火把武装家己的人，会互恁所起的火所点的火焰伤害。恁一定会伫痛苦折磨中倒落去，这是我亲自甲恁注定的。就算行伫黑暗中，当今基督教有一种盛行的现象，就是所谓的医治特会中，主办单位往往称主讲者做使徒也是先知。一来互参加的人对主讲者投以崇拜甲敬畏的目光；二来互特会具备某种权威性。做是咱若详细看遐个所谓的先知，也不难看见，发现因的生活往往维系着掌声、美名，甲真高档次的物质生活。以外，阁因为累积袂少追随者，互因的存在就亲像明星耀眼夺目。反观旧约时代的先知，却是不折不扣的独行侠。当上主的话透过先知的喙传扬出去的时，人听来往往感觉刺耳搁插心。加上先知必须亲身实践所传扬的信息，因为安尼，后果往往是遭遇真侪生活的难处，譬如讲散车受排铁、互刑罚，甲受吞打放杀。就亲像先知以赛亚伫这段经文中所描述的处境，就算伊所讲的话是出自上主，依然有人控告伊，甚至动用暴力侮辱伊、伤害伊。尽管安尼，以赛亚犹原互咱看见作为一名先知的人格特质，就算遭受迫害，先知也专注伫上主予伊的使命，讲应该讲的话，做应该做的代志。
亲像以赛亚书50章第10节所讲，恁中间什么人敬畏上主，遵守伊仆人的话？伊虽然伫黑暗无光的路顶行，也会倚靠上主的名，信赖伊的上帝。对即一段信仰个别来看，先知值得咱敬佩，全是光鲜亮丽的外表，反倒是因就算踮伫黑暗中，依然坚定倚靠上主的心志。1867年12月13日，是宣教师李有牧师甲怀有新任的牧师娘伊莱扎对打到上花的日子。来台湾短短13年，李有牧师夫妇伫台湾南部开拓10几间的教会，传到较热，甚至到伫台湾的东部。以外，伊阁开设传道书训练班、大学甲女子学校。可惜的是，李有牧师伫服侍过程中感染着玛利亚，虽然是安尼，病症的阴霾却无削弱李有牧师宣教的心志。比如讲，马介牧师捌伫日记写着，当家己甲李有伫1872年做伙伫台湾北部甲中部巡视的时，伊已经深深互玛利亚的病苦楚，面拢是袅袅闭白的伤喙，阁因为行动不便，需要坐轿移动。总是李牧师还执意前行，袂捌停止服侍。李牧师落尾伫39岁的时英年早逝，牧师娘伊才结束伊的工作，直到1884年。因捌有2个囡仔，其中一名早亡，互因来台的时阵是2个人，转去英国的时也是2个人。只有先知和宣教师军队主的人，因的人生旅途未必一帆风顺。毋过，纵观先人的脚踪，总是互咱会当应证。圣经的话语，互咱通深信，倚靠上主的人，就算要行伫黑暗中，因的脚步也必然坚定。默想，我安怎伫生命的黑暗中倚靠上主？我安怎伫生命的黑暗中倚靠上主？咱来祈祷。上主，当我踮伫黑暗的时，恳求你赐我坚定的心，互我不偏左右，独独甲你同行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